来关心咱的健康问题，真侪人食早顿的时，拢会吩咐早顿的头家，讲即个卵皮啦，还是即个萝卜糕、菜头粿，甲煎较赤的，验过即个臭大的食物内面有可能有致癌物丙烯酰胺。恐怖的是，毋若即个物件，毋若臭大的物件有丙烯酰胺，即个煎台顶面乌乌即一搭卡一沿即个油膏的物件，嘛有可能掉伫食物顶面食落腹肚底，安尼要安怎食了会安心？来看今日的真相急先锋。 老板，给我来一份萝卜糕，尖椒一点。煎较赤的追求口感的背后，你敢知影讲有可能食到致癌的物质？早餐店的煎台顶两饼饼皮煎到咧白白球，真侪人拢感觉讲，这都要煎到赤赤，这个饼皮食起来才会酥骨脆。也毋过真少人注意到，臭大饼皮内面暗藏的危机。说好吃的话，就是伤身体啊。 烧烤类啊，对不对？尤其那个最严重。就是说，如果你在高温下你弄到焦黑，你看到说哇，你都已经我的洋芋片啊、薯条啊、萝卜糕什么东西，只要是焦黑，甚至我们吐司如果烤焦黑的话，有可能它丙烯酰胺量就比较高。丙烯酰胺在动物实验也被认为说它会增加某一些癌症的风险。 因为两饼饼皮是淀粉，若拄到超过120度的高温，再加上还原糖药、天门冬氨酸，对产生梅纳反应，同时嘛会产生出副产物丙烯酰胺。伫早餐店，台湾人上爱食的餐点前三名像菜头粿、卵饼，还有油条、油炸粿，这拢是淀粉类的物件。若拄到高温，就会产生丙烯酰胺，再加上若想要食较赤的，这个丙烯酰胺的含量就会更较悬。 目前我们在医学上，我们都认为说丙烯酰胺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有神经毒性，然后在动物实验也被认为说它会增加有一些癌症的风险。可目前在人体上并没有证明说丙烯酰胺这个东西会增加人体的癌症风险，所以我们都认为说。 丙烯酰胺这东西化学物是不健康的，可是丙烯酰胺它就存在，它不是添加进去的。比如说我在什么烤薯条啊、炸什么洋芋片，其实它也不是你添加进去，主要是你高温的时间，温度越高，时间越久，越焦黑，可能丙烯酰胺的量也会比较高。 除了臭大物件可能有致癌的风险，连这个料理早餐的煎台，其实嘛袂使无重视。一份餐点做刷加减，拢会留一寡油砂啊，这臭大的油砂啊，就有可能会掉伫下一份餐点顶面。那食落腹肚底，嘛有可能将这个无好的成分食落去。 高温调理的环境下呢，这个清洁方式不当的话，就容易产生一些像多环芳香族化合物啊、丙烯酰胺等等这一类风险物质。有害物质呢，就会在这些细缝里面。那如果在经由这些容器调理的话，就容易跟食物做接触，那让食物的风险性提高。 煎台拢是高温的料理，餐点如果是一份刷一份，煎完两饼换菜头粿，煎完菜头粿换铁板面，差不多拢无停过。也就是讲，煎台顶餐点所留来这臭大的部分，只能外靠头家夹煎时烤咧。暂时将这臭大的先撒去边啊，不过安尼清洁当然无够清气。 因为时间赶紧，又过准备下一份的食物的时，煎台顶面这个黏黏臭大的部分，真有可能黏在食物顶面，那咱要安怎避免？就刮坏掉？不会啊，这个本来都是用这个刮。一般早餐店的煎台大部分是锡还是铁啊做的，清洁的方式一般是用烤的来将这油垢清掉，要不有的是爱用水洗，材质无同款，洗方式嘛无同款。多久？多久？每天呢？哦，收店前然后再。对呀，你还要保养啊。要保养，要用油啊。那你小姐要安怎避免致癌的风险呢？减食煎的甲煎卤的物件，就算要食，至少唔通食一款臭大的。去早餐店的时，嘛会使加注意一下，这个煎台偌久洗一摆，烘干有变清气，加一份注意，减一份风险，减一份蔬菜口感，会使加一份的身体健康。